我共同度過呢個美食節同呢個演唱會。Thank you。咁我而家唱電歌嘅時候到㗎啦嚇，而家幫我同一歌好唔好啊？一齊跳舞，一齊呢個 enjoy 呢個美食節，好啊！可以快啲。舞中笑聲中，舞客熱切運動，每一雙每分鐘，身體也興奮。你睇他太放空，整個自有活動，我始終看不懂，當中作用為何在放蕩？沉迷了生活，人們在看着比賽的當作幹，為何在對望？為何別開花？為何在碰撞跳動？跟他抱着我，看得每動的轉，喜以動作。